擁抱練習，擁抱自己身體嘅動作，結合住呼吸，透過擁抱提升小朋友嘅安全感。家長同小朋友可以面對面咁樣坐低，或者企喺度嚟放鬆我哋嘅身體。準備嘅時候，請將大家嘅左手輕輕放喺右邊嘅膊頭，右手慢慢放喺左邊嘅膊頭，形成一個自我擁抱嘅姿勢。我哋用鼻吸氣，攬實啲自己，然之後呼氣，將我哋嘅耳仔慢慢挨落去左邊嘅膊頭，專注喺膊頭嘅觸感，留意下拉扯住嘅感覺，保持呼吸。跟住我哋用啲力吸一啖氣，慢慢將我哋個頭擺返嚟中間。留意一下而家維持呢個姿勢身體嘅感覺。我哋用啲力慢慢吸氣，吸到盡之後攬實啲自己，然之後呼氣，將自己耳仔慢慢挨去右邊嘅膊頭。呼氣呼到盡之後，感受一下我哋肩頸拉扯嘅感覺。然之後吸一啖氣，返嚟中間，留意一下而家身體嘅感覺。我哋保持呼吸，我哋做多一次，吸氣，吸到盡之後攬實啲自己，呼氣，耳仔挨落去左邊嘅膊頭，留意住我哋嘅肩頸拉扯嘅感覺，保持呼吸。跟住吸一啖氣，慢慢將我哋嘅頭返嚟中間，留意住而家靜落嚟嘅感覺。我哋再吸氣，吸到盡之後用啲力攬實啲自己，實啲，然之後呼氣，將我哋嘅頭慢慢挨落去右邊嘅膊頭，感受一下拉扯住嘅感覺。我哋吸一啖氣，慢慢返嚟中間，留意住而家平靜嘅狀態，感受呼吸。我哋可以吸啖氣，吸到盡之後放鬆膊頭，放鬆我哋雙手。小朋友同家長可以對望一下，然之後用啲力攬住對方，一齊吸氣，吸到盡之後呼氣，呼到盡。我哋嘅家長可以同小朋友講：我喺呢一度陪住你。我哋可以隨時做呢一個擁抱練習，可以係同小朋友一齊做，或者我哋自己做。透過呢個擁抱練習，為我哋帶嚟當下嘅溫暖同埋安全嘅感覺。